放喺李鵬政府決定血洗天安門之後，終於起咗激烈嘅變化。綜合各方面嘅消息，軍隊之間已經出現咗重大嘅矛盾。佢哋喺北京市嘅外圍咧係開始咗軍事對抗，而家仲係打緊。喺今晚嘅節目裏面呢，我哋係嘗試同大家分析下當前嘅局勢，究竟可能有啲咩發展。咁首先呢，等我哋嚟聽下一段電話錄音。咁講話嘅係北京一位消息靈通嘅人士，而佢所講嘅呢，就係一則有關北京領導層嘅傳聞。今天早晨有2位老幹部，從他那裡傳出的消息，說鄧已經死了。現在呢是3個人在收拾殘局，一個是陳雲，一個是李先念，一個是彭真。3個人出來回頭來向這個楊和這個李算賬，楊尚昆和李鵬算賬。那你剛才說2個老幹部說鄧小平他是病死了還是什麼？說是病死了，說是病死了，病死了，說是這個死了以後呢，現在就是陳雲他們3個人出來收拾殘局。哦，他們來向這個楊尚昆和李鵬算賬。哦，是38軍的那個徐軍長，原來被撤職那個徐軍長已經重新回位了，重新回到崗位上，然後現在帶着人開始給他們算賬了。啊，哎，這個消息現在是今天早晨他們告訴我的。我剛才打了幾次電話，從幾個地方都得到了一種某種不同程度的驗證。他們好像很多人都聽說這個消息了。哦，反正軍隊在這開火這個事是比較真實的，就在颐和園那個地方，颐和園那個38軍，包括一些工人，還有一批工人一起這個圍住了24軍。另外在南園那個地方也打起來了。現在那個市面上的情況怎麼樣？市面上情況就是老百姓在搶購，人心惶惶。大家老百姓都說一句話，北京老百姓說一句話叫鬼子進村了，你能明白嗎？就是日本鬼子進村，就是像當年的日本人、日本兵打進來一樣那個感覺，叫鬼子進村了。老百姓都這麼說。其實今天早上開始大家在搶購各種各樣的生活用品，有些煤氣沒有，有些單位的食堂都已經停開了，因為沒有煤氣換。現在各個學校都已經停課了，因為交通全部中斷，各個機關實際上已經處在癱瘓狀態，實際上已經形成了一種好像沒有罷工的罷工，沒有罷課的罷課。因為現在知識分子的狀態呢，有些知識分子啊，前2天已經做好了準備他們來抓人。但是根據我知道的情況看，大家沒有表示那個退縮的，沒有，就是我打電話我也問了好幾個老知識分子，他們都說不走，就看他們怎麼辦。哎，現在就是這樣的一種心情，在那個現在包括北京本身的軍人在內，都非常憤恨，就對這種狀態非常氣憤。現在這個北京就像一個就是一株就可以爆炸的火藥庫一樣，整個的這個氣氛就是這種氣氛。咁雖然呢位人士所講嘅説話嘅部分內容呢係暫時冇辦法得到證實，不過北京中央電視台喺今晚嘅新聞聯播裏邊就已經間接否認咗鄧小平嘅死訊，但係咧唔多唔少嘅都已經反映咗北京高層同埋北京市而家的確係非常之混亂。咁就呢一個形勢呢，我哋今晚請到雜誌編輯李怡先生同埋時事評論員盧子健先生同我哋探討下嘅。咁我首先想問下李生，究竟鄧小平嘅死抑或唔死對局勢有冇幫助？幫助係指邊方面啊？對楊尚昆幫助啊，抑或對呢個反佢？即係會更加亂啲。我諗佢死可能會更加亂啲，因為事實上咧，而家即係鄧小平仲係一個即係壓得住軍隊嘅人啊。咁我諗佢死咗之後咧，可能嗰個各方面反對嘅意見更加強烈，而且嗰個楊尚昆嘅命令都冇即係發出去都冇人去執行，可能。盧生咧？我諗睇鄧小平佢其實扮演緊咩角色？因為而家佢一直都喺後邊，我哋冇法子知道咧佢其實諗緊啲乜嘢。如果佢一路都支持楊尚昆嘅話咧，佢死咧就有利於咧其他嘅軍隊咧起嚟同楊尚昆作對，因為變咗少咗一個咧後邊好強嘅支柱。但係如果佢本嚟已經係想準備去對付楊尚昆嘅話咧，佢死咗亦都會使到咧楊尚昆就少咗一個對手。咁所以呢個而家我哋就唔知佢究竟企喺邊邊咧，就好難去判斷咧佢死咗有咩後果。但係同一個結果都係咧，無論佢死係佢原本係幫邊邊都好咧，軍隊咧都會更加多嘅
即係更加少嘅限制，夠膽活動，夠膽去奪權。即係有一點肯定啊，定人心惶惶啊，梗係更加人心惶惶啊！即係一死嘅消息。嗱呢幾日咧就北京傳嚟嘅消息都係話38軍就打27軍啦。咁係咪顯示即係軍隊兩股好即係強嘅力量嚟到對抗緊？睇嚟係嘅，我相信，因為呢一次咁嘅事件咧，大屠殺之後咧，就即係我相信咧，凡親有啲血性嘅人咧，包括軍隊在內咧，佢一定會喺裏邊發生好多好多嘅疑問同埋好多情緒嘅。我諗好少人會真係咁冇血性嘅啫。咁如果係軍隊裏邊稍為控制一鬆嘅時候咧，咁佢咪起嚟反咯。我諗呢個係有可能嘅。另外咧，我諗呢個38軍可能同好似北大嗰啲學生都喺嗰度受訓啊咁樣，所以北大同北京啲學生咧嘅聯繫又多啲，而且38軍好似係離北京近啲嘛，27軍遠啲，所以佢同北京嗰啲市民啊聯繫多啲，佢會更加明白嘅情況。一路都話咧38軍咧就係即係其實係北京軍區嘅，而27軍咧就係楊尚昆嗰一系。咁其實呢啲軍隊咧就佢屬於個軍區，但係亦都有啲係嫡系嘅所謂，即係話中央軍委直接指揮喺軍區裏邊嘅某一啲軍隊。38軍同埋27軍都係屬於嗰啲所謂王牌軍嚟嘅，即係中央嫡系嘅部隊嚟嘅。咁只不過咧就38軍佢係依附喺呢個北京軍區裏邊。咁而家其實個情勢咧好微妙，就係其他軍究竟做緊乜嘢咧？我哋唔知，呢個係最重要嘅因素。因為喺早嗰段時間其實咧就中央軍委已經調動咗好多軍隊嚟北京，唔係淨係得2個軍。咁其他軍而家喺度諗緊乜嘢咧？佢究竟係企喺邊邊咧？呢啲人係咪等睇下邊一個打贏就然之後再去即係攞佢收成咧？呢個因素我相信會好影響跟咗幾日嘅事態發展。嗱，因為咧有啲外國通訊社直情話中國係已經喺爆發內戰嘅邊緣。咁李生點睇？似乎係有啲咁嘅跡象。你睇個最少我聽到嘅情況咧，好似就係話最少佢而家係對峙緊有啲地方嚇。就聽講仲有一個28軍又出咗嚟，又出咗個28軍出嚟。咁仲有其他軍隊都喺度移動緊。咁啊，我相信咧呢個大屠殺嘅消息咧，當然就喺港澳同喺世界上都好大轟動啦。但喺中國內部嗰個反應咧就唔係咁快嘅，因為佢啲消息唔係傳達得咁快。就一旦個消息傳達到各個地方咧，或者有啲人錄啲錄影帶攞翻去俾軍隊睇睇咧，咁呢樣嘢就即係個後果真係不堪設想。阿盧生點睇咧？內戰呢個問題，我諗而家呢個可能性都相當之大。事實上咧，我哋都睇得到，所謂黨、所謂政府、所謂國家嘅機構咧，其實已經再唔喺度做緊咩嘢㗎啦。根本而家嘅狀態就係邊一個攞到軍權咧，邊個就可以掌握呢個國家嘅權力。咁嚴格嚟講，雖然楊尚昆佢係國家主席，但係咧調用軍隊咁樣去屠城咧，其實係你都可以話佢係一種政變嚟嘅。係一種方法咧，係將權力集中喺自己身上邊。呢一種做法已經係不正常㗎啦。所以任何其他人用翻唔正常嘅手段嚟解決佢嘅權力咧，亦都係無可厚非。喺而家呢個時候咧，唔好講話有啲人可能係揭竿而起嘅，為咗正義。就算有啲有野心嘅人，亦都可以利用呢個時機，即係我而家企喺人民嗰邊去打到你呢一個不義之師，咁都可以奪取政權。喺呢個時候咧，就係人都可以去賭一鋪嘅。而家問題咧，我就唔知軍隊裏邊有幾多賭徒。如果啲賭徒要去搏嘅話咧，嗰場仗可以打得非常之燦爛。嗱，剛才嗰位北京嘅人士咧就提到話，李先念、陳雲同埋彭真呢啲咁嘅元老咧，就出嚟要即係推翻鄧小平嗰一派。咁你覺得即係咁樣搞法啊，究竟會亂成點？而家個情形咧就真係好奇怪，真係。即係通常咧，北京會發生一件大事之後咧，通常都有一個領導人出嚟咧，見下人嘅，見下客，求其見下邊個都好。咁呢一次咧真係連續幾日，特別係嗰個屠城之後咧嚇，就根本冇見過冇一個領導人出嚟，個李鵬都唔知去邊度，即係冇一個出嚟。呢件事真係好奇怪。嗰4、5天安門事件之後咧，第日就立即有個人出嚟啦，佢鎮壓咗落去，立即第日就有出嚟啦。咁我真係覺得佢真係控制唔住，而家局面真係你出嗰幾個老人出嚟，能唔能控制得住咧？我都好懷疑而家呢個局面。我諗而家嘅主角就係軍隊，即係其他呢啲咁嘅傳言咧，其實都係流傳嘅。完全不足信嘅，鄧小平死咗啊，李鵬俾人射咗一槍啊，即係我哋都冇話知證實嘅。根本而家主角就係軍隊，係由佢嚟解決問題。我覺得呢啲老人家咧，就喺呢一次咧係換火自焚。即係經過呢一次咁嘅鬥爭之後咧，實際上老人家嘅政治權力一定會大大削弱，反而軍隊咧就會攞到好大嘅權力。係咁，照睇而家軍隊啊，究竟邊個最惡咧？而家就係呢個問題啦。呢個就係而家就如果能夠知道邊個最惡咧，嗰個就會出嚟啦。
咁啊，照睇咧，楊尚昆咧就似乎真係嗰個勢力係好大嘅原本，但係呢一次咧，佢都睇嚟佢唔能夠好好控制，而且佢最近好似個表現咧，一個消息話佢話殺咗1000人啦，而家如果我哋唔繼續落去咧，咁佢就會上斷頭台。咁呢班佢嗰班27軍可能變成班變咗瘋狂咗嘅喎，咁啊有一班瘋狂咗嘅人喺度咧嚇，嗰個社會唔得了嘅喎真係。所以我覺得呢件事咧，一方面咧就係覺得有咗，即係佢唔可以贏晒，一定會有好多，佢都發現到有好多制約嘅力量出嚟。另一方面咧，就真係跟住落嚟會唔會更大嘅慘劇咧？呢個真係未可逆料。如果純粹講實力咧，楊尚昆肯定有好強嘅班底。實際上佢喺軍隊入邊經營咗咁多年，有咁多親信。但係我諗有一個因素係佢自己完全估計唔到，就係人民嗰個力量。即係今次睇佢進城咧，可以話係好殘酷、好冷血。但係我諗佢唔會諗到咧，啲人民係咁勇敢，照樣出街去同佢鬥爭。嗱，呢個因素咧係會轉化好多嘢嘅，因為人民咁起嚟咧，好似我頭先講咧，就係有正義嘅人又好，有野心嘅人都好，都可以利用呢因素，同埋變咗呢一支27軍而家喺北京城咧，其實係困獸鬥。呢支軍隊而家北京城其實好牙煙嘅，因為所有咁多百萬嘅人咧，有一個機會咧都會對付呢支軍隊，咁可以話係超出咗佢原嚟嘅預算。喺呢個情況之下，變咗嗰個民眾究竟做咩事咧，就會轉變咗單係軍事之間嗰個力量嘅對比。嗱，咁嗰啲即係已經退晒休嘅老帥，譬如徐向前啊、聶榮臻啊嗰啲，究竟對軍隊仲有冇影響力？即係表面上我諗佢已經冇乜指揮權啦，就實際退出咗軍委啦。但係嗰啲舊部屬啊，嗰啲咧個力量我哋都唔知，即係我相信係仲有嘅。咁啊，另外咧就仲有就係，如果同嗰啲即係軍隊裏邊嗰啲人有關係嗰啲，譬如講楊尚昆嘅仔女啊、李鵬嘅仔女啊、鄧小平嘅仔女，我諗全部要匿埋而家，就包括係嗰啲軍人27軍嗰啲軍隊仔女嗰啲，全部要匿埋嚇，嗰啲知識分子要匿埋，佢哋都要匿埋，大家都要匿埋，咁而家變咗咁嘅情況。我就傾向覺得嗰啲老帥個影響力都已經相當之細啦，因為近呢好幾年佢哋都冇乜點理事，同埋自己嘅身體亦都實在太過弱啦。咁要做一啲嘢都唔係咁容易。咁我諗，而且去到依家咁嘅關頭咧，實際上呢啲人嘅作戰咧，有少少已經係為咗自己條命去作戰。而家個情況就係27軍，佢唔可能去投降嘅。佢就算係全國反對都好啦，我諗佢都仍然會喺北京繼續屠城，因為呢個佢唯一嘅出路。所以我諗無論即係其他人表示咩態度都好啦，楊尚昆佢一定會孤注一擲，將佢嘅軍事實力打到底。即係到現時為止咧，都冇辦法估計究竟即係會打成點。老帥咧就最少可以成個象徵啦，我覺得，即係嗰啲人拱佢出嚟，有需要嘅時候可以用佢政治上嘅作用。政治上嘅作用，即係呢個當大國，佢實際上可以指揮軍隊嘅作用。好啊，唔該晒兩位。咁啊，局勢究竟係點呢？目前咧仲係屬於一個猜測嘅階段。咁形勢發展成點，仲要睇今後幾日嘅情況嘅。咁下一節咧，我哋就會同各位提供一啲比較實在嘅形勢分析，咁或者大家可以憑住我哋提供嘅資料咧，去作一個判斷。一陣間見，冇可能作出一個清楚嘅判斷。不過相信呢2日嘅局勢發展咧，就會提供進一步嘅線索。咁呢一連串嘅轉變背後，究竟有冇一啲比較確實嘅資料可以顯示到目前嘅形勢係點樣嘅呢？進駐北京城內嘅軍隊由尋日開始經已重新調防，坦克師喺中南海、使館區同天安門廣場一帶經已設置防線。咁至於喺北京西郊同南郊，更加傳嚟激烈嘅槍戰，開火嘅雙方都係軍人。由呢種種跡象顯示，圍城部隊之間顯然係出現咗唔尋常嘅現象。咁全面嘅中國內戰係咪經已爆發起嚟呢？而軍權而家又實際落喺咩人手上呢？睇嚟呢一次好多嘅重大嘅調動呢，仲係經過鄧小平嘅點頭，政治局常委同埋一啲元老嘅討論決定先至製出嚟。即係我哋喺呢啲所有事件上面，我覺得都唔好忘記咗，即係鄧小平佢嘅最重要嘅角色，而即係只係睇成咧，好似係李鵬或者楊尚昆兩個人嘅意志可以主宰一切，絕對唔係呢個情況。你可以咁講就因為點解咧？阿鄧小平自從見過戈爾巴喬夫之後咧，就從來
就未曾再露過面啦。咁亦都有啲報告傳出話佢先至死咗添，病死咗添，或者亦有啲話俾人架空咗，話楊尚昆想奪權啊咁等等。咁由呢點睇得到咧，若果呢位老人家唔出嚟咧，即係證明咧嗰個軍隊咧就好難有一個人，暫時嚟講有一個人將佢哋全面控制得晒。而家咁多報道收翻嚟，我哋都要相信㗎啦。北京事實係打緊嘅。至於楊尚昆呢位國家主席同中央軍委副主席，佢所擁有嘅軍權究竟又有幾大呢？講嚟講去，嗰啲軍隊衝突用嚟用去軍隊即係鎮壓嗰支咧，主要都係27軍。但係喺北京咧，嗰啲報道就話到有30-40萬啦。咁如果咁樣嚟講咧，而家動用咗出嚟喐嘅咧，就似乎仲係一個好有限嘅數目。就嗱，其他軍區自從鎮壓之後咧，就冇正式表過態，除咗有1-2個城市有報道話佢哋有份鎮壓，但係其他地方咧有呢個示威嘅，亦都冇鎮壓。咁從呢一點嚟睇咧，我哋好難俾到個實數話佢掌握到幾多支軍，但係肯定嚟講咧，佢掌握嘅應該就唔會係絕大部分。鄧小平嘅意志咧係為最有權威，而楊尚昆係一個重大決策嘅執行者。再之下咧就有所謂解放軍嘅3總部啦。至於傳聞仲話喺現今解放軍嘅3個總部，即係總政治部、總參謀部同總後勤部，都同楊尚昆有好深嘅關係。譬如話總政治部主任楊白冰就係楊尚昆嘅細佬，而總參謀部長遲浩田就係楊尚昆嘅女婿。至於總後勤部主任趙南喜就係楊尚昆嘅外甥。咁就連而家負責緊喺京城進行屠殺嘅第27軍嘅軍長，有消息話亦都係楊尚昆嘅侄。咁講法，楊尚昆係咪應該對屠城負責呢？咁係咪意味楊尚昆可以完全統率解放軍3個總部呢？解放軍嘅3個大部，個頭都係自己啲人嘅。喺呢個結構上，嗰個組織上咧，就係控制就好全面啦。但係當你要調到行動嘅時候咧，假如你連楊尚昆都未必話全部指得晒嘅時候咧，你要嗰3個指咧，我估計都唔係咁易，因為咧每一個軍區咧係直接可以同你楊尚昆或者邊個代表接觸，佢係服嘅時候，佢就調得喐噶啦。但係最大嘅意志嘅掌握咧，我睇仲係喺目前仲係喺鄧小平嘅手上嘅。而睇嚟咧，佢嘅健康我睇就唔係話真係好似外邊謠傳話已經係病死咗啦，或者話係出咗啲咩事。據講喺戒嚴令頒布後嘅第2日，中共高層開過一次會議，楊尚昆就透露對北京實施戒嚴令係由鄧小平首先提出嘅。咁而李鵬就更加強調，學運係一場有組織、有計劃、有預謀嘅動亂，必須旗幟鮮明擁護鄧小平嘅決定。咁但係到後嚟，軍方消息就傳出戒嚴部隊係由楊尚昆簽署命令喺北京長期駐紮，做好過冬嘅準備。到血洗天安門期間，亦都係由楊尚昆簽字處死抗命屠城嘅軍人。咁從呢啲跡象睇嚟，北京嘅政權係咪經已落喺楊尚昆同李鵬嘅手上呢？面對一個咁大危機嘅時候咧，如果佢自己即係突出個頭出嚟，再又要奪取黨權、軍權咁樣你想咧，第一個打倒嘅會係邊個咧？首先可能就係佢自己嚟，作為佢經歷過60幾年喺中共嘅鬥爭嘅風風雨雨，有咁長期嘅黨政軍工作經驗嘅人咧，而且又已經係81歲嘅一個人物，咁佢會唔會咁做，同埋敢唔敢咁做？咁楊尚昆喺整個今次嘅血腥大屠殺裏邊咧，扮演個咩嘢角色啊？我諗個個都好清楚軍隊方面嗰個調動啊，咩成為佢係好主要噶啦，就算俾命令都好明顯噶啦。咁佢同阿李鵬而家基本上叫做打識噶啦。尋日當軍隊控制咗北京嘅局面之後，喺佈滿咗軍人嘅長安街出現咗一列好特別嘅車隊。
一啲民用嘅房車喺軍隊嘅護送之下，離開中央所在地中南海，往機場嘅方向駛去。有消息話，裡面載住嘅係李鵬同楊尚昆等人。咁但係亦都有消息話係失咗勢嘅趙紫陽等人俾軍隊帶走。無論如何，中央顯然係出現咗不尋常嘅事。喺6月5號，軍隊成功將天安門廣場清場之後，中央電視台係播出咗中共中央、國務院告全黨全國人民書。中國人民解放軍救援部隊在忍無可忍的情況下，採取果斷的措施，堅決平息這場暴亂。不過，自從戒嚴之後，5個中共政治局常委有2個冇露過面，包括黨總書記趙紫陽。人大委員長萬里返到北京之後，亦都無聲無息。中央軍委主席鄧小平又唔見表示態度。但係外交部就話，中國嘅黨政軍人士都冇變動。咁究竟中國而家仲有冇中央呢？邊個係中央呢？我懷疑你所謂嘅黨中央咧，查實佢呢一排肯定都冇開會㗎啦。咁你發咩名義都係用黨中央嘅名義啫。咁佢有個所謂常委可以做決定嘅，咁個常委有冇開我哋都唔知啦。咁肯定就係有人發施號令啦，例如你呢個執行戒嚴令，搞咗10日8日都執行唔到，咁一交咗俾北京市委之後咧，就似乎冚聲嚟啦。咁而家嗰個實際喺執行嘅方面咧，就似乎北京市委個作用好大。幾日嚟軍隊嘅血腥鎮壓，死傷無法估計。呢2日，北京嘅軍隊仍然間中射擊喺街上嘅市民，而北京以外嘅一啲城市亦都傳出軍隊鎮壓群眾嘅消息。當政者嘅暴行激起群眾更大嘅憤怒同反抗，全國係陷入一片混亂之中。而家中央已經出現咗唔正常嘅現象，要扭轉呢個局面，有乜嘢辦法呢？你有咩辦法咧？目前呢係能夠即係要到佢落台咧？咁就無非幾種可能，一係咧你就真係軍隊出現咗政變，就話嚟一次宮廷式嘅政變，好似當年咧係捉四人幫或者係其他前咁樣一樣咧，就一網成擒。但係現在咧佢哋係相當有經驗嘅，而且咧同四人幫唔同咧，就係軍權掌握喺鄧小平同楊尚昆嘅手上嚇。咁亦都有一批元老咧係支持佢哋，咁嘅情況下邊咧唔容易做得到。中國嘅軍隊控制權係完全掌握喺中共中央手上，軍令嘅發佈同軍隊嘅調動都有好嚴密嘅步驟。好似要調動軍隊作戰，首先就要有中央軍委嘅命令，再經過大軍區嘅司令、軍長等一層層嘅指令，軍隊先至開始移動。而軍隊嘅裝備同彈藥又要經過另一個系統，咁佢哋要同樣接到命令，先至會有裝備彈藥俾呢啲調動嘅軍隊使用。同樣，呢啲調動軍隊嘅糧食以及補給物品，咁亦都要經另一個系統嘅命令，先至送到呢啲軍隊。而家中央俾1-2個人控制咗，軍隊有冇可能反抗軍令，出現對抗分裂嘅局面呢？真正嘅軍心點樣表達咧？唔係喺調動嘅時候嘅，因為咧嗰個時候仲係基本上仲係一個相當和平嘅期間。你嘅調動咧，佢哋嘅反抗咧就好低嘅，除非係有意作反嘅啫。嗰啲軍隊，因為你調佢嗰時候，你嗰個理由都係冠冕堂皇噶嘛，就係維持治安乜乜乜。咁當你一喐到行動一喐嘅時候咧，所以好多時兵變咧係喺行動喐嘅時候嘅，即係你調派嘅時候，佢認為呢個咁樣執行呢個任務有違背良心嘅，咁佢其中有啲就未必一定聽指揮㗎啦。特別有啲軍官如果仲有唔同睇法嘅話，咁呢個情形發生嘅可能性係重大。從佢整個系統嚟講咧，都係鄧小平啊、楊尚昆啊，以至到即係佢一班比較即係較為親信得力嘅人所掌握，而且軍隊咧，佢由於佢個服從性係要比較強，天然地係比較強。加上咧佢有政治部嘅系統，各種紀律嘅系統咧喺度
進行控制，又喺當前咁樣大局面下邊咧，我想咧佢嗰個掌握咧，仲係比起黨政機關咧，同埋新聞機構啊，同埋其他部門咧，係強好多。而家有消息傳出，北京嘅軍隊係互相開火，譬如軍用嘅南苑機場就發生激烈嘅戰鬥，嗰度藏有大批嘅武器裝備，包括導彈。另外，北京城以東近通縣以及東南、西南，甚至天安門廣場都傳出有軍人互相開火嘅情況。而家嘅局面已經由最初嘅部分軍人開小差反抗，發展到軍團同軍團之間嘅對抗。如果軍隊內部又出現分裂，發生互相對抗、開戰嘅情形，對全國局勢有咩影響呢？我諗內戰嘅可能性，如果拖得耐咧就會嘅，除非咧你話嗰個而家嗰個鬥爭咧係局喺北京嗰度，又冇喺其他地方散發出去。咁嘅時候咧，如果真係話，譬如你話有兩支軍隊喺度，大家開火，如果呢個局面解決得快嘅，咁你仲要睇其他省份有冇嘢。如果局面解決得快嘅話咧，咁你發展成為全面嘅內戰嘅機會就細啲。但係而家嘅情形，我哋都要睇多1-2日先知嘅。咁最新嘅消息咧就係話，北京市區裏邊嘅民族飯店附近呢已經有軍隊係互相開火。另外都有消息話，中央軍委較早前呢係已經下令全國各地要盡力去壓制群眾運動。不過軍隊使用暴力嘅消息報導出嚟嘅暫時仲唔係好多。咁睇嚟咧，地方政府對而家嘅中央係有所觀望，甚至係懷疑緊邊個可以代表到中央。好啦，時間又到，咁中國嘅局勢幾時可以變得明朗呢？呢個問題啊，我哋唯有睇下呢2日嘅發展。咁請各位留意我哋嘅新聞報導。